好，我是主公，请问有乜嘢是得同睇書嘅冇？我想借一本書，按照公主也會打起來。請問你能有兩本書嗎？我哋嘅圖書館有兩本書，唔過本人借咗嚟。哈，因為新人嘅學校推薦大家讀兩本書，鼓勵嘅人唔好本傳統嘅刻板印象限制，無論乜嘅年齡層嘅讀者都當適合，所以問你都借唔到。是得去我哋嘅網站，也係下載 App。用官場字眼查下看，還有呢個分館是得借到兩本書。下次拜，是得到線上申請統一服務，將其他分館嘅書調來利沃卡較強嘅分館，安尼這書是會較利片。嘿喲，很方便呐！我來試下看，羅叻看拍頭前嘅影片。我哋來學習一下常用嘅詞彙，大家要記得聽聽音哦。志工、志工、志工，請問、請問、請問，本人借走、本人借走，被人借走。讀、讀，閱讀。官場字眼，官場字眼，官場資源，查下看，查下看，查看，統一風目，統一風目，通閱服務，較近，較近，比較近。接下來，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，我想，我想。借，借，借。一本書，一本書，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想借一本書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兩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嚟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兩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嚟。我們的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人借走了。我哋嘅我們的圖書館，圖書館，圖書館，有兩本書，兩本書，這本書，唔過，但是，本人被人借走嚟，借走了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兩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嚟。我哋嘅圖書館有兩本書，唔過本人借走嚟。我們的圖書館有這本書，但是被人借走了。